你也喝一杯吧。看来你还真不会饮酒。都说琴酒性烈，果不其然。这女儿家一定要学会饮酒，它是忘忧药，能陪你一辈子，不离不棄。芈月，你可见过天底下有比我姑母更潇洒的女子？都说大公主是嬴夫人養大的，我看大公主和嬴夫人真的比母女還要相像。夫人这裡余音繞梁，但雍瑞府中還有雜物未料理妥當。既然夫人有他们二人陪伴，雍瑞暂且告辞。饮酒赏歌何等的雅事，你却用杂物二字来烦擾自己。也罢，你就去吧。夫人，告辞。梦莹，替我送送雍大人。哦，是。好一个芈八子！当日我就看出，大王迎娶的处女中，唯有你是最不安分的。夫人的话令芈月戰戰兢兢。你小小年紀進宮不久就得此位分，可見得你在大王眼中的分量。我聽說大王已經專寵你2月有餘，宮中因此廢議。芈月不知自己錯在哪裡，望夫人指點。如你這樣的情況，並非宮中第一人。先王後和當今王後，他們出入宮時，大王都專房獨幸了3個月以上。妻者其也，王後是大王唯一正妻，平起平坐都是應該，專房更是無理由挑剔。你明白就好。除了王後、魏夫人、果美人承恩，最多也只不過就是10幾日的功夫，魏良人就更少了。大王歷來都是我行我素，但是大王對你的專寵，都快趕上王後了。這讓有些人看在眼裡，心頭早已滴血。芈月別無他念，只想好好侍奉大王。能侍奉大王是你的福分。當今世上，既有心性又有姿色的女子，大多都是寧願做褒姒，也不甘做無顏的。你要當心，恃寵而忘形，樹敵太多。雖然說後宮之事也應該由大王來定奪，但是大王的心思多在前朝，並非總能關照後宮。要想平安多福，就要收斂心性，懂得進退。謝夫人指教，芈月字字銘記在心。起身吧。謝夫人。其實，我想讓你記住的，就是2個字：分寸。是。姑母。夢瑩，你回來了。夢瑩啊，芈八子是頭一次到我這兒來，你快帶她到我這北郊行宮四處去看看，啊！走。謝夫人。去吧。剛剛姑母跟你說了些什麼？只是家常話罷了。嬴夫人豪爽，心思如同男子，舉手投足更有大丈夫之氣。我就知道你們倆會很投緣。哎，雍大人怎麼會在嬴夫人這裡？雍大人常常看望姑母，他們的情分已不是1日2日。能看得出他們彼此是體貼知己。姑母一生艱難，但很灑脫。我從小便想學做她那樣的人。夫人，大姐來了。拜見八子。
大間免禮，姑姑給大間倒水。啊，不必。八子，这是怎么了？今日一早起来，八子的身子就有些不适。请太医看过了吗？啊，不用了，只是小病，养1-2日便好了。哎呀，这可坏了！大王今晚召八子侍寝呢。芈月福薄，只好请宫中别的姐妹代勞了。这……咱们小公子天庭饱滿，長得跟大王一模一樣呢。他父王指望他蕩平列國，稱霸天下呢。啊，是啊。怎麼了？當兒想必是餓了，讓奶娘抱去餵餵吧。是。好了好了。小公子都滿2個月了，大王也沒來用過幾次晚膳。大王政務繁忙，可奴婢聽說，大王幾乎夜夜都召羋月去承明殿呢。今晚侍寢的又是他。我月子裡的時候不能侍寢，羋月替我侍奉大王。如今我剛出月子，羋月多陪些大王，也是他的本分。只怕有些人的心思在本分之外了。好了，玳瑁姑姑，我知道你是在為我爭，但是不能因小失大。當兒剛滿月，大王就令魏夫人把主持後宮的大權交還給我，可見大王對我的信任。如今大王指派羋月主管整理我從楚國帶來的陪嫁書簡，他日日在書庫，也算恪盡職守。好不容易有幾天太平日子，你就不能讓我耳根清淨一下？奴婢知道了。姑姑，其實母後把你指給了我，你的心就全在我這兒。入秦宮這1年多，你跟着我吃盡苦頭，姑姑對我的好，我心裡豈能無數？只是有些事情，姑姑還是少說話。我不是糊塗人，應當如何，我心裡有數。王后這麼說，奴婢心裡就踏實了。拜見王後。何事？大王讓小的來傳話，說今晚到王後這邊來用膳。